清凉啊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最好修道的时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北北啊，诸位姐姐，过几天是什么节日？中秋节。中秋节是很特别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要庆祝人团圆，但是虽然师尊离开我们，但是都有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加持我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早顿菜头，暗顿酒，看爷拜神烧好香，自己心香烧无味，免咱脱轮回的经济。所以真的，咱修道就是要脱轮回的种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来遮若有来食菜。学清口，学修道，学了愿，咱来奉献，就是要未来离开咱这个娑婆世界。那老师报咱这条明路，咱希望咱不足的时阵，希望老师会当来甲咱加持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请老师来甲咱加持，好不好？好。请小济公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小济公出场来。哎。好。鞋儿脱，帽儿脱，身上的袈裟破。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半山儿坡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烦恼无忧愁，只爱炎凉天堂过。走啊走，乐啊乐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。鞋儿破，帽儿破。身上的袈裟破，笑我粉，笑我变，酒肉穿肠过。南无阿弥陀